大家好啊！YOHO Hub 1座、2座、3座同6座、8座已經開賣咗啦，仲記得8座當時開賣好快脆就沽清啦。而家呢6座仍然都有幾間嘅高層嘅單位，唯獨是5座呢全棟一直都冇開賣過啊！今日收到消息，5座終於開賣啦。新鴻基嘅粉絲、情有獨鍾鐵路盤嘅買家就唔可以錯過啦。今日除咗同大家溫故知新 YOHO Hub 嘅資料，仲同大家介紹一下附近嘅商場屋苑，俾大家比較一下。YOHO Hub 入伙日期係2022年開始，屋苑期數共有2期，物業座數呢共有6座，單位總數呢有1969個啊，間隔呢有2房、3房、4房同5房。YOHO Hub 入伙日期由2022年開始啊。第5座間隔呢有2房、3房、4房同埋5房，管理費大約4個6左右啦。戶所面積有4萬平方尺，小學校網74，中學校網就元朗區，發展商呢就港鐵同埋新鴻基嘅。YOHO Hub 係新鴻基地產喺元朗打造嘅 YOHO 大型綜合社區最新嘅旗艦住宅項目，定位呢係一個交通樞紐上邊最大型嘅現代化生活社區。YOHO Hub 可以講話係 YOHO 家族中真正港鐵零距離嘅屋苑。YOHO Hub 係1期出口，一出呢就到 YOHO Mall 2期交通交匯處，元朗站自動電梯入口簡直係零距離啊！住客可以唔使日曬雨淋，直接從屋苑到達港鐵站大堂，輕鬆乘搭西鐵屯馬線。元朗站本身呢就係一個大型嘅交通樞紐啊，設有巴士總站同專線小巴站，網絡覆蓋整個新界西北。無論係依靠鐵路定係路面交通都極為方便。YOHO Hub 第6座同第8座個基座呢係有大型商場 YOHO Mix 原點，而整個 YOHO 係相連到去 YOHO Mall 營點嘅。YOHO Mix 原點提供日常生活所需，包括超級市場啦、食品店、家居用品同埋個人護理商店等。YOHO Hub 提供多元化嘅單位戶型啊！今次買嘅5座提供幾個單位戶型，有2房、3房以及4房同5房嘅單位，適合不同類型嘅買家同埋租客。YOHO Hub 會所及 YOHO Hub 提供包括泳池、健身室、兒童遊樂室等多元化嘅設施，滿足住戶嘅休閒同埋康樂需要啊！作為大型屋苑，擁有充足嘅園林綠化空間同埋公共區域，營造舒適嘅居住環境。YOHO Hub 唔單止係一棟住宅啊，更係一個站成一體化嘅生活平台。住戶可以喺步行嘅範圍內解決絕大部分嘅日常需要，購物、飲食同出行嘅需要。對於重視交通便利性、追求大型屋苑完善配套，並且睇好新界大西北長遠發展嘅買家或者租客嚟講啊，YOHO Hub 無疑係元朗乃至新界西嘅頂級選擇之一。YOHO Hub第5座已經進入開賣嘅倒數啊！我哋就喺呢個時間更加深入了解 YOHO 呢個王國啊！YOHO 王國由5個屋苑加上2個商場組成啊！最先第一個屋苑就係新元朗中心，而家樓齡已經26年啦，係元朗站最早期嘅鐵路上蓋屋苑之一啊！樓齡雖然舊，但係位置極好啊！連接 YOHO Mall 同埋元朗站，屋苑下邊呢就係輕鐵總站，舊型屋苑實用率高。社區又成熟，可以話區內嘅藍籌屋苑啊。同系列嘅 YOHO 家族屋苑全部都係無縫連接、共享配套嘅。YOHO Time 係 YOHO 系列嘅起點，係用9個天橋連成一體，共享整個 YOHO 社區嘅龐大商場同埋設施啊。YOHO Time 樓齡大約20年，總伙數有2200伙。提供較為實用嘅2房、3房單位，係年青上車人士備受歡迎嘅屋苑。而家二手市場2房約500萬左右，3房約600萬左右。YOHO Time 樓齡約13年，設計較 YOHO Time 時尚，整個 YOHO 社區自成一個小城市，屋苑質素管理及埋配套都非常接近。主要分別咧就係樓齡同單位面積同埋戶型，單位嘅總伙數有1890伙啊。現時二手市場2房大約700萬左右，3房接近800萬。
而最後一個咧就係 Grand YOHO， 位置位於 YOHO Midtown 側邊，入伙年份係2016年，單位總數約1872伙啊，擁有優質嘅會所同埋園林景致。而家嘅二手市場兩房大約700幾萬，三房接近1000萬。除咗 YOHO 王國5大屋苑之外，附近仲有一啲舊式嘅單棟，都係得到地鐵嘅加持，都有不少人留意嗰一邊嘅樓市動向。新鴻基 YOHO Mall 大型商場 ，YOHO Mall 不僅是元朗裏邊最大型嘅購物商場，更係新界西北部嘅零售地標，位置就喺港鐵元朗站同 YOHO Time、YOHO Midtown、Grand YOHO 同埋 YOHO Hub 等住宅無縫連接。主要分為 YOHO Mall 1期同 YOHO Mall 2期，兩期通過有個行人天橋緊密相連。整個樓面面積係110萬平方尺，商鋪總數量有300間，係購物、餐飲、娛樂生活集於一身嘅元朗潮流生活熱點。商場同港鐵元朗站直接貫通，係元朗站出嚟咧就可以直達商場，風雨無阻呀。商場亦連接元朗站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擁有龐大嘅巴士同小巴網絡，連接新界西北各區同港九各市中心。除咗龐大嘅公共運輸交匯處，更設有大量嘅車位，方便駕駛人士。商場設計融入大量嘅綠化元素同園林景致，讓人感覺到開揚舒適。中庭嘅設計寬敞，頂部更採用大量嘅玻璃幕牆，引入自然嘅光線，營造愉快嘅購物環境。更吸引嘅就係不時擺放藝術裝置及埋舉辦主題展覽，增添文化氣息。YOHO Hub 下邊嘅商場 YOHO Mix 原點，連接 YOHO Mall 1期同2期，形成一個總面積200萬平方尺嘅龐大商業圈。顧客可以喺不同區域之間輕鬆穿梭，體驗真正一站式嘅消費。總括嚟講，YOHO Mall 形點不僅是一個商場，更係一個成功嘅社區核心。就憑藉卓越嘅地理位置、龐大嘅規模、多元化嘅商戶組合同埋舒適嘅環境，徹底改變咗元朗嘅零售面貌，形成支撐整個 YOHO 社區乃至元朗區生活品質嘅關鍵設施。除咗 YOHO Mall 大型商場，更加要留意嘅係 YOHO 附近元朗傳統嘅家鋪，裏邊有不同類型嘅特色小店，充滿咗地道生活嘅氣息。YOHO Hub 5座好快開賣啦，已經上咗樓書，即使代表下個星期左右就會開賣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將你嘅 WhatsApp 電郵俾我，我將資料 WhatsApp 俾你啊。